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初一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正下要到时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今日是228连假上尾一天，宜兰往台北、新竹到湖口、关西到大溪拢会塞车，也请民众要特别注意。海草岛联署公投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数量啊，环保团体也希望讲会当继续联署，让政府看到民众要保护生态决心。进前有一阵民众去南投北山锁一个查某队友摔落山坎，找到的时阵，颔棍击到已经过往啊。今仔日是228连假的上尾一天，高公局表示讲，宜兰往台北的高速公路对早起开始就伫咧塞车，可能会塞到暗时9点、10点过后。另外，国道1号新竹到湖口、国三的关西到大溪路段也拢伫咧塞车，可能爱到暗时8点过后才会较连贯。假期要结束，国道出现北返车流。为高公局时速显示图，因看到国五宜兰往头城北上路段时速只有15公里，出山崩坑，要回到5.5公里，好亲像大型停车场共款。从今天上午大概10点开始，就车流量比较大，那车速也逐渐的下降。那预计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10点左右。高公局表示，根据过去的经验，休假日国五塞车情形会为9点一直继续到高雄站时段结束，暗时9点了后，还有另外一波北返车潮。除了国五、国道1号甲国道3号未少路段，也拢是车侪歹行。高公局预估初一的交通量会有114万车公里。国一新竹到湖口北上路段已经有拥塞的情形，国一西螺的北上，也就是彰化、台中那一带，还有国6。就正要往雾峰系统接国3的路段也是有车多拥塞的情形。预计今天在北部的拥塞情形，像新竹到湖口，还有关西到大溪，大概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那中区的部分，目前拥塞的路段大概会在晚上8、9点的时候就会结束了。高公局提醒，若行程稳准，北上民众应伫暗时8点了后才去上路。按算行国五民众应改走大九线北宜公路，避免塞伫车阵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关系，台北市伫每一个景点拢有管控人数，真侪民众是趁着假期的最后一天，赶紧去到台北市的树林官邸要去看花。也因为人数伤过济，所以也出现红灯的警示，呼吁民众暂时较莫去。最近讲到这个季节是百花朝开，有影是好牙关，不过煞是有民众无守规矩，或者看花现场变甲是乱糟糟。看到美丽花蕊，这翕一张，遐翕一张，换一个角度搁翕一张。正伫举办有金香展览的台北树林官舍，在228连假最后一天，对展示开园，就真侪民众大家出来佚佗赏花。没想到这么多人，大家都想要拍一下照，然后就在那里会有一点走不动。太多人了，怎么说？比阳明山人还多。虽然树林官舍景点系统对中途过了后就导红灯警示，呼吁民众暂时较莫去。不过现场人依然是一直来。对于过年开始，各地花季景点拢吸引民众来赏花。苗栗西潭香山区的树林樱花园也开放予民众来参观。不过花季即要结束啊，确实留下真侪粪扫。路边的水沟啊，拢是塑胶管啊、甲塑胶袋啊，甚至要囡仔的流珠啊。乱丢垃圾啊，对，没公德心。封山也好了，因为让大家珍惜说这里有花嘛。台中市武陵农场的樱花依然伫大开，不过游客为着翕相，爬到樱花树顶面。武陵农场指出，这种行为已经违反国家公园管理法，而且警察小队加强巡逻。在国家公园内攀折花木，最严重者可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希望各位游客来武陵农场赏花，切记不要任意攀折花木，维持一个良好的赏花品质。李桃园市拉拉山顶的农场，有民众为了甲樱花翕相，利用这手机，造成樱花手机安尼凹断去。民众赏花时阵，嘛要发挥公德心，维护生态，才法度互美景继续存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海草岛的公投联署对本地零零清清，到最后受到众人的关注。一个年假过去啊，已经到达有累积29万6千多份。一个联署书的数量也通过法律一个标准咯。环保团体也呼吁民众讲，唔通因为通过标准就要来停止联署，是希望讲这联署书会当愈侪，互政府看到人民要保护生态决心。
海草大联署总部门口口公投联署继续进行，内部志工无形整理公投联署书，28人甲粉牙红布誓不可动，已经有296000多份，超过中选会所规定的289000多份法定的坎站。我不知道哪边有签，我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地址，我跑到这里转了2圈才找到。来支持就对了。是。邮局其实也有来通知我们说，预估明天我们邮件的量会很大，荒野内部的志工都动起来哦，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担心的是整理联署书的loading 会超乎我们的预期。款团希望公投人数应冲到35万甚至40万份，互政府知影民众保护环境的决心。市府认为抢救海草大公投人数达到标准，是公民集体意志的展现，表示尊重。除了大潭藻礁在目前中油的管辖范围之外，其他在比如说在关心藻礁保护区或者是许厝港生态保护区的这个藻礁是否都纳入了管理，那大概有80%左右。桃园市政府表示，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是中央政策，地方政府上重要就是做好海草大保育甲监督工作。强调今仔是针对关心海草大工业污染源，2年来稽查罚款超过2亿，命令停工超过20件，显示市府保护桃园海草大的努力甲决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市的北里有一个矿台场，昨发生火灾啊！消防局出动90多台消防车去拍火，就算讲甲这火已经拍花，不过这温度确实拢无降落来，有源呛出白烟。环保局表示讲，可能是过年之前所清掉的大型家具所引起的火灾，详细原因搁要调查。消防车一台一台驶去掩埋场持续转水，虽然大部分的火势已经控制掉了。不过，粪扫山下底也是持续咧翕烧，卖当看到也有焦焦啊导火的所在，而且臭味甲烟是对方世界的飞。居民讲感觉拿后打打尿尿无爽快，像乌云呐、像昨天很晴天，对不对？这边是晴天，这整片都是乌云，很干，我现在喉咙也是干的。那时候看就已经烧得很严重了，整个烟都冲到我们身上去。烟是跟火势目前还是没办法控制，因为还是要把一些喷水的那个杂物先把它分开，先把它隔开。新北市环保局初步研判，过年时啊，清洁队清运大型歪矮的家具数量不少，有放伫遐。不过实际导火原因要搁来调查。因为春节前民众大扫除垃圾也很多，最近天气比较热那加上一些状况，所以它就是闷烧了起来。那目前的话，消防局跟我们都还在持续灭火当中啦。伫网络有民众讲，北里粪扫山炭烧的臭味，炭甲房桥甲烟火气。新北市环保局回回讲，最近空气品质本来就无好，并不是这个导火造成的。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看观众朋友来关心到疫情相关的消息。讲到全世界疫情当咧滚价，就美国媒体发表上新世界各国的防疫排名。咱台湾去年是排伫咧第2甲第3名，不过今年2月却变到第7名纪录。就国内医生认为讲，应该是受到咱台湾也无疫苗影响，排名才会退步。新冠疫情啊，搁伫咧全球大流行。根据外国媒体彭博公布上新防疫论成的排名，台湾为原本第2名、第3名，伫咧2月份变到第7名。主要的原因是摕到疫苗的数量，甲人口平均疫苗覆盖率比其他的国家较低。全部是依赖国外的疫苗。那国外的疫苗的话，它一定是优先供应自己的国家，或者是优先供应他们自己邻近国家。那所以欧美国家会优先获得供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国产疫苗是还在初步那个发展的阶段，它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做出疫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症结。伫咧辉瑞甲莫德纳了后，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嘛批准交生新冠疫苗紧急授权，只要做一档就好。交生甲 AZ 疫苗同款，拢是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免像莫德纳甲辉瑞需要低温冷冻，保存较简单。不过伫咧防护力的部分，美国临床试验是72%，比莫德纳甲辉瑞的95%较低。国内医师表示，针对全新的病毒，疫苗上好是做2剂，因为第1剂就若像咧拍第2剂同款，建立基础免疫记忆；第2剂是加强伊的免疫反应。那这种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呢，它打第2剂的加强免疫效果不像其他的挥活性那么好，
所以他可能打了第2剂以后，大概影响不大，所以他就只打1剂而已。就伫咧全球开始做疫苗的时阵，欧盟国家嘛达成共识，5万多人旅游大国来进前引进疫苗护照。不过台湾还阁伫咧等疫苗。针对这点，医师是认为讲，台湾防疫有做好，无啥物社区感染，因为安尼社区的民众做疫苗都无遮尔赶紧。所落来国产疫苗嘛小连续上市，虽然抗活几个月，不过时间无算久，对经济无造成伤大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水果的水准，会当讲是世界排有顶的。不过中国强行禁止台湾的往来，伫台湾国内也引起民众赶紧买往来救农民的热潮。不过，有农民认为讲政府爱做的是把风险分散开。不过，中国媒体却是批评台湾政府针对往来伫咧做政治操作，甚至有讲中国禁止台湾往来，根本无算是对台湾出招。来，今日1支60，这是金钻吗？金钻2支100。黄昏市场的往来单才拄出来，就违反民众伫经往来，到3工切往来的手拢无停过，无到10分钟，单下顶面的往来拢已经互买一半。台湾往来互中国封杀，台湾民众用行动来表示支持。我就是看到那个新闻跟那个就是吃凤梨来帮我们那个农民啊。也国内公民营的企业陆续临买往来，根据农委会初步统计，2天内底临买数量已经超过25000吨。因为中国以检出改壳糖为理由，宣布3月开始暂停进口台湾的往来，冲击台湾农产品。即摆中国事先拢无讲，就对台湾的往来暂停进口，进往来农民用乌环敢若无感觉意外。就是他们就是有一套所谓的那种养套杀啦，就是我就是先买你的产品。来我就买你的人，来我买你的技术，我2拐了后，我就不需要你了。然后他们可能再把东西会再倾销回来。伊认为政府应该爱护农产品分散风险，也呼吁莫因为选民买往来而败过其他的水果。不过中国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敢真正只是通害问题咧？中国官方媒体环球网有一篇社论，先批评台湾政府政治操作，将往来打压中国。不过文章最后又写逼中国向台湾的经济来下手，禁止往来进口根本无算啥物，意思敢若是要下一波。学者王坤义认为，恐惊是为2022做准备。高屏南那一带最多，这个地方是利的出资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对中国来讲的话，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帮你那个什么，帮你们促销农产品，然后你们赚了钱去搞台独，很快的面临2022又要这个地方大选了，现在开始已经在做准备了。如果刚好有一个凤梨事件，那你不把它政治化，你就锁定在两岸，因为两岸人民往来或者是货品交流、贸易所衍生的问题，我们透过机制解决，不对吗？学者黄介正认为，若是对科学甲健康这角度来看待往来通害问题，尽力展开沟通，无得看往来的事件，会是两方展开对话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往来看线，咱看到莲雾去，伫高雄的六股农会大概有300箱的莲雾，本地后礼拜就要出口去到中国咯。却是无张地去互贸易商取消订单。虽然讲这莲雾有去互其他的贸易商甲订单接走，不过这也显示一个道理，就是讲所有外销袂当进口中国，就要分散风险。农委会表示讲，虽然这几年拢伫咧拍通关、拍一个海外市场，也会补贴农民运费。工作人员无用咧包莲雾，2月28传出有100多箱的莲雾去互贸易商走单。不过，迄暗道其他的贸易商主动联络高雄六股农会，讲要甲订单接落来，唔那解决走单的危机，还佫带来新的订单。我们合作的贸易公司打电话来说，要愿意跟我们收购这些，我们准备要出去的莲雾，所以就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后来又有一家那个香港的愿意拿我们的那个巴掌莲雾。中国3月开始禁止进口台湾往来，加上即个雄雄走单的事件，显示外销靠中国的风险问题。为了分散风险，农委会一直积极扩展其他的海外市场。不过出口唔但是找到市场就好，还该配合无同国家、无同的检疫标准，也拿关税嘛要两国协商。出口的补贴，在货柜啊、船运费的补贴，不然这关税太高的话，也要政府的协助才有可能促进我们出口到其他的。中国以外的其他的市场，所以说这个也是困难重重。另外，有一个水果像往来适客等等，可能因为较袂抗力，保存甲运输较歹处理。英国主要拢是销去附近的国家，农粮署嘛协助做相关的改善。每种水果的
特性不一样有一些可能要适合再去做一些转型的部分的话，包括技术上的改良，然后说能够耐储运的，或是这些能够销售更佳的这些水果，都是政府需要来帮忙农民的。不过，扩展市场需要时间来经营，一直补贴运费嘛袂久长。学者建议，还阁会当为产业链去做整体规划，若是农产品，可比像材啊、农机具或者是农产加工品等等，拢会当对外扩展市场，或者是找合作的机会，透过下部会甲产官学的整合，多面向来保障农民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今个月2日，有7个人做伙去爬山，落山的时阵，所有一个查某队友失踪。经过南投县消防局救援人员的搜查，27伫郡大山山坎40公尺深的所在，找到一个查某队友。找到的时阵，因为伊颔棍折断，已经死亡啊。有专家表示讲，可能是爬山的经验真不足，才会造成意外。救援人员发现对落山坎的姓黄女子已经无生命现象，马上赶紧吊挂起来。不过，真客吊挂了后，还阁互相接力。山顶的地形真危险，加上强风甲蒙雾影响，救援过程真受考验。消防人员表示，姓黄女子是新手，伫顶个月2日。对登山队7个人准备往南投信义的郡大山，当日中昼12点攻顶了后，下晡3点半，发现姓黄的女子失联，警消也接到报案，马上启动搜查。这个民众又落单哈，那在这个地势不熟的状况下哈，就是不慎就失足往下坠哈，坠到泥线下方的这个边坡。搜救人员伫郡台北方附近发现伊的物件，马上伫山坎下骹发现。不过因为颔棍断去已经无救。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统计资料，最近这几年自助队伍爬山发生代志有增加的现象，其中去年有437件，迷途占超过40%。除了新手经验无够，领队的沟通甲专业也要加强。他每一个人的脚程不一样嘛。领队这个职务就可以去决定，就是说我们要选择继续走，还是说我们就要往后撤。那大家都要去服从领队的这个最后的决定。专业领队表示，除了山林教育的加强，带队过程当中，领队也要确实沟通，培养共识，也要随时清点人数，队员也要避免家己一个行动，才能保障爬山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关是一件真不幸的消息，伫台中太平区，今仔透早3点外，有一栋人家厝发生火灾，有一名查甫义工逃生出来了后，另外迄位厝主就无遐好运路，因为伊的目睭看无白虎走出来，却是白白去互往死。敢是变电箱啊所引起的火灾呢？详细原因搁来调查。火是烧了真猛，乌烟嘛一直闻出来，消防人员救水线，赶紧转水降温。消防人员把腿开好好势，拿转水去2楼内底，拿要把受困伫厝内姓陈的女性救出来。不过救出来的是咧甲顾的外籍看护，面规互烟熏甲乌乌。讲到代志发生的经过，也是感觉真惊吓。不是他不要走，但是不要走会再进来。你叫他走，他不要走就对了，是不是？对啊，我已经没有时间了。初一半暝3点外，台中太平永丰路这间人家厝熊熊着火。因为这个建筑物是一栋一栋连做火，所以火是炭烧了真紧。迄当阵，迄个外籍看护甲姓陈的女性受困伫厝内，这个姓陈的女性目睭无看，佫是心脏人士。伫2楼去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无生命的现象。除了火势的抢救以外，我们积极的去搜寻受困的民众。好，那在4点36分的时候，我发现到受困民众，好，那已经没有生命真相。火灾调查人员再去现场。有救出来的外籍看护，嘛缀咧边仔说明代志发生的经过。厝边隔壁受到牵连，楼骹的车嘛烧到要变歹铁啊！这个民众伫火下发生的时阵虽然在困，不过因为听到声，家在有紧撞出来。啊那安尼作差，毋知落来才知影讲发生火灾。这届火灾造成1个人死亡，1个人受伤，其中1楼的变电箱规个烧到乌糟糟。家属表示，导火的所在哪像都是伫咧遮。不过，真正导火的原因，火灾调查人员该进一步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的大安新民公园，假日时啊人是吵，而且咱会当看到遐有真古水的碰瓷。不过有真侪民众拢会摕这物件去试碰瓷，这碰瓷是愈拖愈济。这个碰瓷呢，又搁去卡这树仔的树皮，害一寡树仔煞是大连死亡。碰瓷伫树仔顶跳来跳去，是看了真古锥，而且伊毋惊青烟，现在甲民众近距离接触。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真侪所在拢会当看到碰瓷，甚至还有人摕遮物件甲吃。不过，这个举动对维护单位来讲是头壳摸咧烧。这边的松鼠是全台湾最胖的，我们是期待民众不要再喂了哈，因为这边的已经够胖了。它的繁殖期越长的话呢，这边食物又多又足够，营养也足够，所以它的后代那个存活率又比较高。大安森林公园以面积26公顷来算，碰瓷上济100-200只都已经真济。结果研究单位估算有超过500只，数量济，佫会get树皮。袂少树仔因为安尼规空，叶仔全打唔去。常会看到长条的撕裂状的痕迹，没有台风，风也不是很大，为什么那个这么粗的枝条会掉下来？因为松鼠咬的。有一寡树仔甚至还佫着病后去，若是拄着天灾，真有可能就会断去，出现公共安全的疑虑。因为安尼，维护单位再三拜托民众，唔通佫摕物件起碰瓷。看到新闻才知道说，最近松鼠的量比较多，顺其自然吧，也不要特别去喂它就好了。可能在这边散步的人会对它有同情心，对，就想说啊，它没东西吃，给它东西吃这样。其实它也可能也没想到生态的问题，生态平衡啦。公园内底生态问题，毋但是碰瓷，亲像内湖的片湖公园，是去有人工粪扫鱼来入侵，伊会食草虱、青猪甲鱼仔卵，生命力甲生团数量是真惊人，影响着原生种鱼仔的生存。公园内底还佫会当看到冰岛的鱼仔放喺伫草埔的。公园处表示，会佫和动保处讨论外来鱼种处理的方式，嘛提醒民众，宠物毋通饲的歹饲，都乌白hiện杀，才袂造成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也若大安森林公园的碰瓷，因为受到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范，目前生彩牌啊禁止民众饲碰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从观众朋友来看缅甸的情形。伫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也行向街头抗议。不过，军政府对2月2日开始镇压民众，到今尚无有18人死亡，30人受伤。国际社会也拢谴责缅甸的军政府。另外，今仔日缅甸人民所选出来领导人昂山素季用死刑的方式出庭，却阁互指控另外一条罪啊。军事政变到即阵，昂山素季互抓起，毋捌公开出现，一直到初一，伊用死刑方式出席法院的审问。委任的律师甲路透社讲，昂山素季互关伫首都奈比多，看起来健康状态良好。不过，即摆就着法院新增加一项罪名，是涉嫌在竞选期间违反防疫做法，引发大众的惊吓。2月28是缅甸军政府政变以来，因讲上较血腥的一天。军警在全国各地对示威者开枪，造成至少18人死亡，30人受伤。民众在街路上设置临时的纪念堂，示威者摕着鲜花来致意，甚至要替牺牲者举办葬礼，而所有的人拢围到阵来默哀。就算才拄经过血腥的镇压，第一大城勇讲也是未少示威群众得到塑胶帽搁再行上街路，用物件甲警方挡起来。警方是出动催泪ga斯来赶人。而伫南部大城土瓦，相反出现真侪人游过抗议。What is very worrying for us is that this is a military that has a record of carrying ou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with impunity. With a real lack of accountability. So we are concerned at the potential for this to get even deadlier. 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引来国际批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谴责军政府使用武力对付示威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来支援缅甸的人民，呼吁国际斗阵响应。英国外交部是已经联合美国加加拿大，要对牵涉发动政变的9名缅甸军官来实施人权的制裁，而后面也正式会加入制裁行列。公视新闻王票本编译。第78届金球奖的颁奖典礼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是改做线顶举行。有华人血统的查某导演赵婷用着《游牧人生》这出片摕到最佳导演。另外，在去年因为癌症过身的查维克·博斯曼摕到这届影帝。已经过身的欧巴男明星43岁查维克·博斯曼在拿掉天后内底精彩演出，可以摕下头一组金球奖的影帝，同时也是最后一组。伊会加后台湾领奖发表得奖的感言。
he would say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inspiring, something that would amplify that little voice inside of all of us that tells you you can, that tells you to keep going, that calls you back to what you are meant to be doing at this moment. 甲以往无共款，这家导演伫微名单内底旅行超过一半，创下77年来首例。最后由无人生的导演赵婷替到，正最头一位获奖的华裔女性导演，正是在李安了后第二个得到这份公映的华人导演。Nomadland at its core for me is a pilgrimage through grief and healing. So for everyone who has gone through this difficult and beautiful journey at some point in their lives, this is for you. We don't say goodbye. We say see you down the road. Thank you. 电视影集方面，英国红色传奇王冠提走4项大奖，分别是男女主角加女配角奖以及最佳影集。而在迷你剧集的奖项内底，获得真好的口碑，由伊弃兵如愿摕到金球奖。而伫剧中扮演西洋棋天才，只有24岁安雅泰勒乔伊摕下最佳女主角奖。And I learned so much. I'm so grateful, and thank you to the audiences that have watched it and supported the characters. It meant the world. So thank you so much. 受到疫情的影响，第78届金球奖颁奖典礼头一摆采取纽约、洛杉矶两个所在直播形式。今年入围的作品内底有不少以女性为题材作品摕到奖项，呈现出女力的时代正在崛起。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高雄市政府伫顶个月有公布大拿部迁村计划草案，内面有写到某一个时间以后，若准是迁户口入来，就袂当算入去这个计划案的居民犹太当中。所以因为这个日期是安怎定出来的，引起民众质疑。也有民众认为讲，这个用土地来换土地，伤过麻烦，规气政府家厝起好好，因搬厝上紧。大声讲出来了紧。这是咱的权利啊！现场聚集500多人。高雄市府顶个月公布大拿部迁村安置计划书的草案。礼拜暗时，大拿部6个里召开里民大会，要收集居民对这个草案的看法。为什么编这波？以收发部的108名作为设备土地转移的基准是陈其迈照单全收呢？草案内底写迁村下用的基准日是108年10月初8。若超过这个日期，居民才搁甲户口迁入去，就无法度享受迁村优惠的方案。会议内底未少民众认为讲，选基准日无公开讨论，无代表性。万不离住伫遮真久的居民，伫这个日期了后继承土地或者是土地分割，就可能会失去这个权益。我伫这个108年以后，我老爸赠予互囝的，就无甲算在内，安尼就要安尼种过，安尼有多者很款很不满意啦吼。包括。伊的计算方式有会看无？订定基准日哈，主要是说，以那个行政院核定新材料新管产业园区的那一个日期作为一个基准点哈。如果他们有那些诉求，我们会评估嘛。市府这边还在评估，因为这毕竟是草案。市府表示，基准日是以孙权产业园区协定的日期，若是民众有疑虑，会阁做说明。为着听民众的意见，所落来市府嘛会阁开3场说明会，若是无共识，无排除会阁办。不过里面除了基准日的疑虑以外，嘛阁一概提出政府爱起厝互因换厝的要求。里面甲市府之间要达成共识，恐惊是真恶伫个3场说明会就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咱常常听人讲，食人的饭就还人的梦。讲到咱劳工若去到新公司报道，有的公司会要求真侪人事资料，甚至爱提供良民证。若准无法度提供，有一寡公司就该解除契约，也因为安尼会引起真侪争议。台北市劳动局表示讲，除非啦法律有规定，或者是甲舌头有关系，若无这公司是袂当大主大意家己乱要求，也者可能会违法，会罚罚到30万。为争取工作机会，就业博览会拢吸引袂少人来找找机会。若是找头路成功，到新公司报道，公司会要求交人事资料，甚至要求交良民证、提5年个人信用报告，或者是头一份透露的离职证明。而且亲像保全员、银行理专、邮保人员，或者是职业驾驶人，常常拄到这种情形。一般公司行号的这个会计人员的话，其实要求良民证是无可厚非，只是如果你相对应只是单纯
纯应征，像保全业、金融业或者是一般公司这种柜台员、客服人员，如果再要求你良民证，其实就有点超过这个各自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情况。就业服务法规定，违反劳工意愿要求提供非就业所需的文书资料，比如信用记录、犯罪记录等，相当应处30万罚款。提醒头家尊重个人隐私。台北市劳动局强调，除非法令有规定，若无伊无提供就该要作为要求，无法律依据。那这基本上在法令的规定上面都是不符合规定的，他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刻意找一个理由，说因为你当时没有提供什么东西，所以我就跟你契约无效，或者说就没有办法跟你签订这个劳动契约，这基本上就是有违反法令的问题。劳动局表示，公司的工作规则应该以全体员工适用内容为主，确属是工作相关的资格文件或者是良民证，应该定在相关的劳动契约当中来减少证据。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过年之前有真侪人伫国外要回来到咱台湾过年，出现防疫旅馆无够用。过年了，防疫旅馆的需求量大大减少，目前的大房率敢若剩到2-3成。真侪业者也开始思考讲，敢要退出防疫旅馆哩。伫旧了过年之前，有真侪人自国外要回来台湾过年，不团总讲各地防疫旅馆无够，政府就提出补贴措施，鼓励业者投入。不过即马回来人变少，防疫旅馆供应煞大过需求。业者拢讲大房率大概只敢若剩2成到3成，要湘北的旅馆开始降价。即马上价计少，一案包括3顿只要2000。农历过年的那一批的返乡的客人之外，就是住房率确实是有下降蛮多的。真正好的时间大概就是在1月25号到2月10号这段时间。以台北市来讲，100多间真的是也过量了，几乎大家都住在大概2层左右。台北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韦建华讲，伫过年前，台北市有120间防疫旅馆，即马只敢若剩80间。有真侪中价位的防疫旅馆业者，因为无人客，就退场，该发展国旅，也个做等租的客房。中间这个所谓国人返乡的需求呢，要等到明年，所以这个空窗期11个月呢，这个政府是不是要拿出一些政策？有业者跟我反映，这个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对于防疫旅馆总是始乱终弃。在春节最高峰的时候，其实是到了2.1万房，到年后其实还是有1.8万房。进来比较不容易，但是退出的话，就看业者自己在整个经营上的一个考量。交通部观光局表示，伫目前全台湾防疫旅馆主要减少的是进前配合春节需求，提供1个月期的低租型，是市场的强势现象。防疫旅馆即马一房一案800块的补助，会一直到6月底，希望会当维持一定数量。提供日经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脑血管疾病死亡原因是国内内面是排第4名的。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2019年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数超过12000人，是这12年来上界悬的。着医生警告讲，少年人若准无重视高血压、高血糖以及着高血油的问题，水高啉酒、工作压力大、生活如果无正常，恐吓着要注意咯。国内脑血管疾病，当年拢夺走1万外条的人命。根据卫福部的统计，2019年死亡的人数超过12000人，创下12年的新高。医师提醒，脑中风并不是侪岁人较会治着。少年人除了因为家族性高血压、对慢性病无信心、水啉伤少、工课压力大、生活无规律等等，这拢是风险。遇到年轻人最多的高血压原因还是三高没有控制好。那这三高很多原因是来自于长辈的遗传因素。再者呢，是自己的后天的生活习惯不好，有时候整个生活习惯太萎靡。喝水的话，应该有助于减少血液里面的这个粘稠度。医师强调讲，有少年人就是家己身体弱，家己甲药啊停起来1个月，就引起脑中风，还有科技业等等压力大，因为清早困眠无够，嘛较会发生脑中风。大部分的中风死亡率呢，大部分是来自出血性的中风。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对于这个高血压的病人的预防，一定要再次强调，因为一旦脑血管破了，那他就没办法回头了。医师呼吁，为了预防脑中风，少年人除了生活规律以外，上好1.5钟至2点钟都啉1解滚水，尤其是运动会流失大量的水分，1点钟都要啉1解滚水。记者综合报道。
台大去考系逐年拢会组成志工队去到庄卡服务民众。今年是去到云林县长的和平国小，教学生囡仔安怎照顾家己的喙齿。台大口腔卫生服务队已经成立22档，试过到偏乡学校宣导喙内卫生教育，利用家己制作的海报册，带囡仔人跳舞，让各校学生了解口腔卫生的重要。那所以整个口腔的健康来讲，其实预防胜过很多次的治疗。以预防为主之外，其实也提供一些简单的治疗。今年因到云林县长的和平国小，教囡仔人安怎照顾喙内卫生，也安排义诊服务。学校非常重视小朋友的卫生以及健康，所以这一次有机会让台大的团队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口腔卫生的保健的营队。实在是小朋友的福气。义诊的时阵，常常因为场地因素，医生都要用现有的设备去顾到符合医疗卫生的原则下，家己出手打造看病环境，提供上适合的治疗。那当然，这里面其实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包括就是给水的，还有非遗的收集，其实就是利用保特瓶，用保特瓶。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现地现物，然后。我们手头上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是去把它设备成类似在诊所像可以工作的方式。台大口腔卫生服务队行过70外间学校，和学生囡仔在轻松的气氛，明白正确的口腔卫生观念，维护个人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家己布地溪溪附近的大水沟啊，过年期间有人来遮偷倒粪扫，佮将垃圾米啊正是铺伫咧水面，即马又佮生菜铺的废水流入来，风一吹来，附近有影是全臭味。排水沟内底看到介侪粪扫铺伫咧顶悬，水面佮有奇怪的物件，风若是吹来，都有一阵插片的臭酸味。附近民众表示，这个问题逐当拢有，反映到今嘛也未解决。我足久的，佢上无嘛20单，都前因来前有咧破菜包，遐水拢有遐来，就走到真咯呐。啊，逐当嘛讲有个数，而家无几人有啦，无几年拢有啦，就加即个3个月拢有啦。啊，清出来吼，迄2日袂反臭，2礼拜我就感觉啊，我拢住伫遐啦，唔对，我拢伫遐咧行。当然很困扰啊，我们是希望讲看被盖起来，或者是说不立马要定期来清理啊。可是都。附近民众认为，水沟的臭味是边仔建良里的菜脯业者制造出来的，佮加上水门无开，水一直塌条，才会愈来愈臭。不过，建良里的里长表示，建良里以前有咧做菜脯，即阵仔家去影响到别人，已经豆啊减少。差不多啦，因差不多拢即摆咧做较少，拢倒1-2个月、2月外日。较早长咧做拢倒3月外日啦，即摆大部分陆续较少。即摆都有种这废水的问题吼。因中央有一条700-8千万的经费，要来卖废水的，会要所以讲改善处理哦。过布地迄边海沟啊，就较无污染了。嘉义县环保局指出，粪扫的问题已经有请人来处理，未来阁会考虑伫遮倒监视器，而且水质净化的工程嘛已经动工，明年完工了后，就会当改善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这个时阵，樱花长咧开，会当看花风景区人是吵。正是要带观众朋友来去到南投信义乡看粉红仔色的萨库拉，开满山坪，到3月中进前拢是赏花好时机。来到草坪头行大，亲像走入去100度内底，远远看过去有北中樱、吞汉樱，吸引足侪游客伫遮顿卡翕相。因为园区内底樱花种类足多。开花的时间无啥长，有计花期会当到3月中旬。我们现在正盛开的是我们的8重樱还有春寒樱，那个富士樱会慢些开，对，我们预计花期可能会到3月14日，可以奉劝大家游客来到这边的时候因为是很漂亮请勿进入践踏，这样子。对，这样子让每个游客来都可以欣赏更漂亮的那个风景。游客表示，今年公所采取停车场分流方法，让开车游客唔免开足侪时间来找停车场，实在是足大心。就是不用
找停车位。其实我觉得公所这个动作让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因为它会告诉你进来的游客、入园的游客，除了收门票、收清洁费之外，它会告诉你可以停在哪一个停车场，而且它一定有位置。因为园区内底唔但有北中鹰、吞汉鹰、吉野鹰，阁有较晚开花的富士鹰，欢迎游客把握花期来欣赏独一无二的樱花美景。记者综合报道。现代科技新产品是无塑胶人管精神。伫咧这个水果部分呢，独家说四季果是热带水果，需要真侪光线才生了会水。伫南投的南开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因着协助农民，利用 LED 的灯，伫暗时会当继续互四季果来照光，效果是真袂歹。团队也提供监控土壤酸度以及着空气湿度的设备来协助农民。这一拍一拍无共色水的灯，毋是真好看的哦。玻璃出四季果，也因为四季果是热带的水果，上好是规工拢有光线照。南开科技大学就运用 LED 灯替四季果加照光，就发现果子成长的状况更较好。算讲吼，咱的皮衫有啊，吼，咱的百香果因为这样也个面油油啦。啊无啦，甲这当阵那时阵，迄百香果有无？摇摇。红光的区域的这些百香果，它们的成长的话比较好，它们长得比较快，而且那个甜度的话呢，也比较良好这样子。进前就已经有 LED 灯照咖啡笋成功的例，大团队也用来照四季果，无共色水的 LED 灯照落去，品质也有精差。而且近来因为土壤酸化，地需果子海去，团队进一步监控土地的酸碱，观测空气的湿度。就希望种出无毒的四季果。无毒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来用我们土壤这个酸碱值来做一个佐证，然后来找出这个成长的这个因素，这样子，然后这样就是我们刚才的目标了。就希望2到5月也能够有百香果。南开科技大学运用科技，帮助农民种出无毒、品质1+1的四季果，也希望通找到农作物上好的栽培管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接做手袂钝，保机爱接管才会当保存。政府保机团体已经经营5-6档啊，办的活动也超过160场。伊嘛向社会局立案，会成做一个协会，希望保机会当变做是生活当中正时尚的基建。这个是红面番啦，这个。这个是大哥大，台湾的土龟吼，土火鸡吼。农场的头家用台语小解农场的这阵小主人，嘛，互囡仔兄囡仔仔试摸鹅的腹肚。这叫羽绒嘿，这羽绒就是会甲空气放伫内底，外口风水，内底就有门。鸡、鸭、鹅拢看煞了后，小朋友是摕红菜头去找农场的主人 Footprint 和贝拉这2只马啊。囡仔嘛对教练学上马甲落马的撇步，过来就准备出发骑马咯。骑马敢不敢啊？就欢喜。安怎上马你会记无？爱成你诶，应该讲毋是讲台语足重要的，是爱讲母语是足重要的，因为母语是生活当中你都会用到的语言安尼。阿璇妈妈讲，因为认同台语生活化的理念，已经带阿璇参加母语团体3-4年啊。主办这项活动的母语团体也坦白讲，像阿璇安尼对母语有底格的家庭，虽望豆豆增加，不过母语团要永续经营，也有一段路爱行。是阮这2档才正式立案变做协会，固定讲实在就是经济方面爱稳定，照像大家拢咧希望讲有幼稚园嘛，有学校嘛，就是咱爱甲规个制度化起来。人讲花开唔知芳，结子才惊人。论坛这篇研究讲，因对5-6年前成立这个母语团体到大，办超过160场活动。不过未来要办活动的开销，要不时爱向政府部门来请补助。因也寄望母语路会当有更较侪人关心甲帮赞，才通互母语结子开花水个久长。记者阿明金曾佩文台北报道。伫咧屏东枋寮有真侪在地艺术家，街头巷尾也有真侪艺术品。伊嘛希望讲，这游客来到这会当了解到在地特色。有人讲要来发起烧招附近在地艺术家，规划出一条艺文旅行的路线，互大家来到枋寮会当知影到在地故事。屏东枋寮有一搭真有名的渔港。这几年来，有真侪当地艺术家伫咧街头巷尾设计侪艺术品，甲枋寮打造做艺文渔村。
一寡艺术品当中有放了在地的小故事，不过大部分的游客拢只是行行看看的而已。所以有一位艺术家黄英权伫咧鱼缸边设工作室，当做游客的照门站。我会去介绍来访寮的人，因为这边有吃的有渔港的食物啊，还有我们的山产呐，甚至于有很多地方是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我慢慢会去介绍这样的地方。对枋寮火车头开始，规路亲像马赛克装置艺术、路顶等等，拢是由在地艺术家设计作品。黄英权表示，望串联附近的艺文工作者，规划出一条艺文旅行的路线。曾经有跟几个艺术家谈过，但是现在等于说碍于环境还没有成熟，比较晚，后面可能晚个1年多再出来的。在现阶段，他可能还在整理他的环境。我们希望说，透过艺术家的连结，然后连结当地那个艺术家的点附近的可以让人家观光的地方。针对艺文旅行的规划，枋寮乡公所表示会全力支持，而且目前艺术村甲站前周边的整建已经做到第2期，望完成了后，会当让更较侪游客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信义乡的第2部落，最近专工开一个纺织商品设计班，希望教一寡有兴趣也正够赤步的族人设计和行销因的作品，咱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充满本土风格的原住民工艺品，摆甲规岛顶真眼目，有细细领、真古锥的传统服装，也有规罐用手编出来的台仔，这拢是南投县信义乡第2部落的创意纺织商品设计班所做出来成果。做出来了，我就想到说我要如何包装，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好喜欢它。学会技术之后，又教我们怎么去行销，继续发展他们的这种产业。把布农族的文化也推广，让大家都能够了解，生产一些东西，寄卖以外，也可以开自己的工作坊。南投县的原住民多元经济教育职能发展协会，注心提升原住民的职业能力，培训各种产业的人才。这摆开设这个纺织商品的课程，就是协会请老师来教族人，结合传统纺织甲现代的手工艺，抑搁教族人要安怎包装商品做行销，通好推广部落的产业愈来愈兴。以前在这个地方手工艺的课程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说是真的可以贩卖出去。除了在教他们这些东西以外，也一直在提升他们的自信，不会再去逃避说上课这一块。透过这摆的课程，唔但是让族人学到技艺甲行销，嘛会当让因对家己的手艺甲部落的产业更较有信心。部落会议的主席嘛真鼓励族人来开个人工作坊，希望会当让愈侪人了解本土的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6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2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